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建立50周年，今年以流程为表演主题，意思是伫向前的时阵，也会当回顾过往的美好。所以表演内容特别精选舞蹈系50档以来的巡回演出的作品。那我们今年的制作是特别摘取了这历年来不同年代的演出，所以当你进来看到演出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譬如有1995年的演出或者是2004年的作品，所以不同的年代的作品，然后把它集结起来，然后再重新编创，就做新创，然后在这一场的演出里面会呈现出来。将旧的作品重新改编诠释，以另外一种风貌呈现，是这摆演出的特色之一。另外一种特色是表演者不只是学生，结合老师以及毕业的校友共同演出，透过多方面的合作，创造出无同于以往的艺术感受。今年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50周年的一个活动。那这一次的主题特别以流程这个概念来整个为创作的主题，邀请了我们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师生们以及所有的系友们共舞，把50周年以来的经典舞码再重新编创，那一起在舞台上来共同来舞蹈呈现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一次的机会。诚挚的邀请我们台南市民朋友们，10月21日晚上7点半，能够进到文化中心演艺厅来欣赏这一次的一个创作演出。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提供学生舞者一个专业的平台，一直以来不断突破创新，以舞团演出的模式，亲近南台湾舞蹈艺术，并会当落实文化艺术的推广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